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講下2026丙午馬年嘅九宮飛星方位運勢，睇下新一年每個方位嘅吉凶影響，幫你提前了解，做好規劃。首先睇下東南方九子位，呢度係2026年嘅喜神位，主喜慶、姻緣同人緣，建議擺放紅色物品以助催旺桃花，增進感情。跟住係正南方五黃位，代表災禍、病痛同血光。新一年呢個方位要特別注意，切忌動土，否則身體健康受損，容易患病、官非破財和血光之災。西南方七赤破財位，容易出現破財、財運低迷嘅情況，建議擺放水種植物化曳金的凶星。正東方係2026年八白正財位，主財運、置業同加薪。想提升正財收入、置辦房產嘅朋友，可以喺呢個位置擺放聚寶盤。中宮位置係桃花位，飛臨一白貪狼星，不單止主桃花、人緣，仲可以助力官運同升職。想脫單、拓展人脈或事業晉升嘅朋友，可以喺呢個位擺放相應的風水物品。正西方係三碧是非位，容易引發是非爭端、官災，亦會令人情緒煩擾。東北方係四綠文昌位，主管事業、學業同藝術晉升。屋企有學生或者從事藝術、文職工作嘅朋友，可以重點布局呢個方位，助力學業同事業發展。正北方係六白偏財位，代表橫財、貴人同合作機會。想嘗試副業、合作項目或者期待意外收穫嘅朋友，可以做反相應的風水布局。最後係西北方二黑病符位，主疾病、傷痛同憂愁。新一年要多關注家人健康，特別係長輩。呢個方位亦建議保持整潔，避免堆積雜物。整體嚟講，2026丙午馬年九宮飛星各方位吉凶分明，有啲方位利財、利人緣，有啲方位則要特別注意健康同破財風險。只要因應每個方位嘅特性，做好居家或辦公環境嘅布局調整，再加上自身努力，就可以趨吉避凶，迎接新一年更好嘅運勢。祝大家新一年心想事成，吉祥安康，事業順利，家庭幸福。